在阿里山森林铁路，想袂到有旅行团竟然是带头违法，因予游客行入去这铁轨路内底，落尾像这个游客为着要翕相，火车内啊，甲伊饲大巴竟然也是阁无咧休，落尾像伊的骹全叫火车弄转去。经过调查，这间旅行社违法已经毋是头一届啊。即嘛，县府毋若要甲伊裁罚，嘛禁止这间旅行社伫咧一年内袂当阁入去边越线。查某游客徛伫铁轨路区翕相，阿里山小火车列车驾驶由警示声示警，有缘无插咧翕相，互小火车为后壁弄着摔伫涂骹。边仔游客惊甲大声叫，轰弄着的女主倒伫铁轨路边，好佳在只有倒骹骨头支起，无生命危险。你都不要动哦，好，你不要动，没事没事哦，好可以动了，你没怎样吧？他吓到了啦，吓坏了。代志就发生伫14阿里山林铁甲文资处表示，游客违规弄伫铁轨路区，互列车压着受伤事故，是由桃园的梦想国际旅行社带团，进前也捌带团违规行伫林铁轨路的前区，即摆搁带团行伫铁轨路，搁放任拖员伫铁轨路区翕相，会禁止这个旅行社申请禁止明原线1年，搁追究甲查处旅行社。我们认为他没有严谨的顾好他自己的团员，放纵他们在铁轨里面侵入铁轨，然后撞击火车，就是严惩跟重罚。发生小火车的碰撞事件，感到很抱歉。出团都会宣导安全事项。火车进站的时候，包含团员也有提到就是领队也有在喊声要后退和远离火车。针对团员弄伫铁轨路区，互列车压着受伤的事故，旅行社感觉真失礼，也强调后手会加强领队教育训练，出团旅客安全管制。有关违规前科的部分，后手也会进行内部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